遊艇翻自己家門前係咩體驗啊？呢個唔講先，你睇下呢個濕地公園啦，正唔正啊？哇！呢啲全部係活水嚟噶，喺度釣魚啊正啊！啱先我見到幾條魚砰砰聲，我忍唔住想釣一釣佢啊！咁啊喺咁靚嘅環境入邊咧 ，total 咧130個咧就可以買低3層別墅啦，係別墅喎。嗱，睇住呢個湖景咧，嗱活水湖嚟噶，整翻靚個摩托車艇咧，真係正啊 ，beautiful 啊，仲可以撐下艇仔啦。嗱，呢個釣魚台整好晒，喺度釣魚，唔使出去釣啦，喺自己家門前就可以直接開釣噶啦。嗱，而且咧仲係做咗溫泉入湖嘅深海溫泉嚟噶，直接就可以入到家門前。呢度咧就係130個方啦，整個廳位都係有70平方嘅。但係咧嗱，呢個戶型嘅咧月供5500就可以攞低得到噶啦，佢係做到咗前後花園噶。嗱，我哋前花園啦，嗱呢度咧足都有60平方嘅，而且呢度咧仲安排咗一個套房設計嘅主人房啦。事實你可以作為主人房亦好，作為長輩房都 OK 噶。嗱，佢 total 咧真係130個咧就可以上車啦，真係離晒大譜啊！真係有天有地有花園啦，而且總價仲低咯。嗱，2樓咧佢就有2間房嘅，而且嗰啲採光面咧都非常之靚仔噶。咁啊，主人房仲安排埋咧一個浴缸俾到各位街坊噶，嗰個浴缸咧都可以入埋溫泉噶，係2個套房設計啦。2樓你諗下啦，喺呢度 total 咧真係135個就可以上車，擁有一套3層嘅別墅啦，而且佢嘅得房率咧係超到去到300%咁多噶。嗱，各位街坊喺呢度養老度假居住咧係不二之選嚟噶，感興趣嘅街坊評論區留言3個6個發上就資料俾你啦。